大家好，到底渣打香港馬拉松有冇可能升級成為世界馬拉松大滿貫呢？蝴蝶谷西啲馬路未開放，我哋就沿住類似嘅路。碼頭南路啊耶！葵涌公園啊，葵裕街啊，有斜路電梯，就係葵涌殮房啊。呢度係葵裕街，跟住轉入去。飛奔花園，希望渣打香港馬拉松成功進入第10大大滿貫。大家好，我係香港馬拉松運動員業餘鄧簡文 Terry。睇報紙咧就話有學者指出啦，渣打香港馬拉松有機會升級成為呢個馬拉松大滿貫。咁用舊嘅路線咧，我100%肯定冇可能升級到啦，因為啲路又窄，斜路又多，都冇乜太多白金或者金級選手嚟參加啦。好啦，咁我之前整一條片就係講下新路線係點嘅。今日我就介紹蝴蝶谷新村啊，經過呢貨櫃碼頭南路去到海濱花園嗰一段啊。好啦，事不宜遲啦，開始。好啦，假設我哋已經沿住呢個長沙灣道嚟到荔枝角，唔知收押所定收容所，就進入呢個蝴蝶谷下線。到啦，好啦，今日一路跑一路解釋下點解要經過呢一度。首先，蝴蝶谷新村佢本身咧就有條斜路嘅。好啦，哎呀，來啦！蝴蝶谷道啊，首先點解嚟呢度咧？係希望鼓勵到一啲犯咗法嘅人士，話俾佢哋知，人生就好似馬拉松，有艱苦嘅時候，只要唔放棄咧，都可以攞到終點嘅。不過又講翻啦，今日復活節咧，其實復活節清明節假期，復活節咧就唔係源自聖經嘅，係啲以前啲天主教為咗吸引異教徒，所以將厄爾諾斯女神嘅節日咧，同耶穌為人類犧牲生命嘅受難紀念混埋一齊嘅。不過耶穌基督係耶和華派嚟地球為人類獻出贖價，獻出生命，使到人可以得永生嘅。人類由於亞當夏娃犯罪，就好似俾死亡同埋罪綁架咗一樣，所以耶和華上帝就把耶穌基督佢嘅愛子由靈體變為人類，死亡就好似交贖金一樣，使到人可以從死同埋罪獲得釋放，就可以重新享有永生啊！蝴蝶谷西好啦，當然啦，如果真係馬拉松，一定要爬馬路啊！好，我哋上嚟呢度，點翻轉？
聖經話：上帝即係耶和華上帝，不願一人被毀滅，乃願人人最終都悔改。所以喺大患難到嚟之前，只要大家悔改，就可以進入新世界。喺地球嘅，唔係天上邊，升上天嘅只有144000個人，國王統治地球啫。聖經講嘅，唔同我講。所有真正熟悉聖經嘅人睇過啟示錄都知道。好啦，馬拉松跑手當然係跑馬路啦。其實以我所知咧，沿住呢條橋一直去咧，就會去到貨櫃碼頭南路嘅。不過而家啲馬路未開放，我哋就沿住類似嘅路跑下先。嗱，沿住呢條橋一直去，就去到貨櫃碼頭南路啦。不過我哋呢度過唔到，就兜路行啦。好啦，可能大家唔知有條神秘小道由美孚直接呢個公園可以去到貨櫃碼頭南路，不過我要睇翻先。唉，我都唔係好記得。好睇呢度，試下先。係啊，冇錯，就係呢度。好，好，我哋暫停先。我驚我之前錄唔到。好啦，上回講到由荔枝角公園透過神秘小道嚟到呢一度華潤，與你攜手改變生活啦。咁我哋而家就去緊貨櫃碼頭南路嘅。咁啊，馬拉松梗係唔經過呢度啦，但係由於啲馬路未開放，我哋就兜一兜嚟呢度先。
論上，如果嗰啲馬路開放就由嗰邊馬拉松參賽者就可以睇到呢個貨櫃碼頭景色啦。好啦，馬拉松參賽者又由嗰邊欣賞到呢個貨櫃碼頭嘅景色，跟住朝住海濱花園進發。我哋睇睇嗰邊有香港非常之歷史悠久嘅瑪嘉烈醫院，就喺美孚山上服務咗好多香港市民㗎啦。美孚新村喺嗰邊。呢度做咩？貨櫃碼頭南路啊啫！哎呀，大鑊！已經5公里，飲啖水啫。嗰神士都讚佢，都讚我好多年啦，所以我都會幫襯下佢嘅。呢日有礦物質水。好熱啊！降溫就最好幫佢。繼續。係行唔到啲。
哎呀！懷疑態路，哇嚇死！葵涌公園啊，葵耀街啊，有斜路電梯。就係葵涌殮房，呢度葵耀街，跟住轉入去。永順街，好啦，終於嚟到海濱花園，睇車啊！好啦，只要沿住呢條車路直行，轉左，再轉左，就可以去到深井食燒鵝啦。好啦，如果大家想睇點樣由荃灣公園一路跑完最出跑到去深井食燒鵝咧，大家記住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
點樣遊？海之戀附近啊，一路跑到麗城，沿住條青山公路汀九段去到呢個深井食燒鵝，跟住可以翻轉頭。好，希望渣打香港馬拉松成功進入第10大大滿貫。我係中國香港馬拉松運動員，括弧葉元 Terry 鄧簡文 ，yes。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啦，拜拜。渣打香港馬拉松有冇可能升級成為世界馬拉松大滿貫呢？